歡迎收睇拉斯維加斯情報站。今日係2025年12月30號。今日嘅新聞重點包括：拉斯維加斯數日內接連發生多宗涉及未成年人及子女弒親案件，警隊高層知法犯法，一名資深警官涉嫌嚴重家暴同隱瞞證據被停職。主要幹道 Charleston Boulevard 水管爆裂，嚴重影響西區交通。馬斯克旗下隧道公司則擴大機場佈局。內華達州時薪增幅全美居首。平治車廠排放造假案達成和解，車主可獲賠償。喺詳細報道新聞之前，請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開啟小鈴鐺，點讚及分享俾朋友。你哋嘅支持係本台持續製作深度新聞嘅動力，多謝大家。拉斯維加斯社區近日接連發生多宗性質極其惡劣嘅倫常命案，情況引起執法部門同社會學家高度關注。警方消息指，位於東谷地 New Brunswick Avenue 嘅一處民宅喺啱啱過去嘅週末發生雙重謀殺案。一名27歲男子 Adrian Bailey 致電911自首，聲稱殺害咗2名人士。警方趕到現場後，發現疑兇嘅養父母倒斃屋內，身上有多處由鈍器造成嘅致命創傷。疑兇隨後喺附近一間中學外被捕，目前面臨2項使用致命武器謀殺罪，唔准保釋。據鄰居透露，死者生前曾多次對外表示，同養子之間存在長期且難以調解嘅矛盾。令人擔憂嘅係，涉及未成年人嘅極端暴力案件亦有上升趨勢。一名15歲少年喺 Rainbow Boulevard 同 Smoke Ranch Road 附近嘅寓所，因口角持槍射殺父親。庭審揭露，少年原本將槍口對準妹妹，但最終轉向父親開槍，理由竟然係父親係更大嘅目標。另外，北拉斯維加斯一名12歲女童亦涉嫌刺死父親被捕。呢一系列案件顯示，家庭糾紛演變成致命暴力嘅速度正在加快。而喺執法隊伍內部亦傳出醜聞，大都會警察局一名資深警官 Lt. Brian Boxler 因涉嫌勒頸襲擊妻子被停職調查。案件目前正圍繞一段被指遭到隱瞞嘅家居監控影片進行激烈嘅法律攻防。視線轉向城市基建，拉斯維加斯正處於基礎設施老化與未來交通網絡擴張嘅交界點。琴日下午，西區交通大動脈 West Charleston Boulevard 發生嚴重事故，一架汽車失控撞毀地面嘅輸水設施，導致高壓水柱噴發，路面嚴重水浸，交通一度癱瘓。事件再次暴露喺內華達州地面公用設施喺缺乏防護欄嘅情況下顯得相當脆弱。不過喺地底之下，另一場交通革命正在進行。由富豪 Elon Musk 創立嘅 Boring Company 近日斥資596萬蚊美金收購喺機場附近 Palo Verde Road 一幅地皮。根據最新規劃，未來連接機場嘅隧道系統將採用混合模式，車輛會先喺地面行駛一段距離，再進入地下隧道網絡，目標係打通機場、賭場大道以及中國城嘅交通樽頸。喺經濟方面，內華達州嘅勞動力市場表現強勁。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最新數據，內華達州過去一年嘅平均時薪增長率達到6.37%，升至32.55美金，增幅位居全美第一。分析認為，呢個主要歸功於旅遊業復甦，以及州政府廢除咗雙層最低工資制度。目前，全州統一最低工資已上調至每小時12美金，直接提升咗基層員工嘅收入水平。另外，針對商業犯罪，州檢察長辦公室亦採取強硬行動，重點打擊醫療保險欺詐。多間行為健康公司嘅負責人因提交虛假索賠，被判處巨額罰款。其中一宗案件，涉案人利用空殼公司盜取長者資料詐騙 Medicaid，被勒令賠償750萬美元。最後關注全國同埋國際相關消息。德國汽車巨頭 Mercedes-Benz 平治汽車
就柴油車輛排放造假醜聞，同美國多個州份達成和解協議，總賠償額接近1億5千萬美元。根據協議，內華達州嘅受影響車主，如果車輛已經完成指定嘅排放改裝，將有資格獲得每架車超過$3500嘅賠償。呢次和解標誌住美國監管機構對跨國企業環保違規行為佢持續追責，亦直接保障咗本地消費者嘅權益。另一方面，為咗應對春季旅遊旺季， American Airlines 美國航空宣布將會大幅增加由芝加哥飛往拉斯維加斯嘅航班班次，單程票價低至$27起，預計將會為本地旅遊業帶嚟新一波嘅客流。總結今日新聞，拉斯維加斯雖然喺經濟同基建發展上展現活力，但家庭暴力及道路安全問題仍然係社區嘅重大隱憂。以上係今日拉斯維加斯情報站嘅全部內容，我哋下集見。想緊貼拉斯維加斯本地嘅最新消息，記得訂閱、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多謝你嘅支持。